中华高中天文社学生2012年是发现一粒小行星，最近得到国际天文联合会审核通过。学校是正式把这粒小行星号做中中，也就是中华高中属地的台语名。学校是表示，这台语是真有辨识度的本土语言。这粒中中小行星除了纪念学生伫遮读册日子，嘛希望互国际会当认捌台湾。乌白闪烁的光点，这是用1.8公尺的千里镜加1.4亿画素的电子相机翕出来影像。其中有一粒编号551082的小行星，是中华高中天文社的学生伫2012年发现的。这阵正式号名做中中。阮足感谢迄中中，予阮的资源。其实做阵高中拢无这种资源的，非常幸运，就是读到彰中。上艰苦就是中昼大家拢困，下课了大家休困，还是大家读册的时阵，阮搁伫遮继续拍拼。中央大学天文所2012年发起台湾高中生参与国际天文超撮联名的小行星超撮计划。中华高中嘛有加入计划，学生利用伫夏威夷的千里镜传过来影像资料比对，观察年外的时间，才发现这粒551082的小行星嘛真难得有这个机会替551082号名。按照国际惯例是讲，这个是倒一个望远镜发现的，因的单位才有资格去号名。这摆这个机会是最难得是讲艾萨克号名的机会，互咱参加的这个学校。经过13年国际认证了吼，今年5月，甲咱通知讲，咱会使来命这个小行星的名，因就表达对学校的爱甲感恩，甲这粒小行星号做中中。学校表示，台语是学生仔平常时的生活语言，所以这边特别用台语中中落去号名这粒小行星。除了纪念学生伫学校读册日子，嘛希望用有辨识度的台语，互台湾的本土语言伫国际甲天文界闪示发光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